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3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甲台湾扣的关税降到15%，不过条件是台积电还阁加起5厂。国安基金护盘279天宣布退场，今仔日台股起139点，起到3707点，台积电冒起20块。今仔日日时有出日头较烧热，不过暗时有的所在依然是有可能降到10度，温度起起落落差真济。新闻头起先来看，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台美关税最近就会公布结论，美国甲台湾扣的关税是降到15%，不过这是有带条件的，这台积电是爱搁伫咧美国加起5个厂，这就引起南亚质疑，质疑讲这谈判根本就是乌想作业，根本就袂好。台美关税谈判最近阁传出进展，根据《纽约时报》引用消息人士的讲法，目前当进入文本审决甲税务修订阶段，相信这个月内就会对外公布。其中台湾的出口关税税率会为20%调降到15%，甲美国伫亚洲的关键朋友日本、韩国同款。也毋过台积电爱伫亚利桑那州高精建至少5座半导体晶圆厂，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目标一直拢是争取调降无贴价。在台美第5轮实体会议之后，我方是透过视讯会议还有书面文件的交换，以台湾模式与美国商务部来洽谈供应链的合作，也请美国提供取得土地、水电、签证、行政便捷等协助措施，创造对我国业者有利的投资环境。到底有没有另外要额外增设5个厂在美国？这些讯息我目前也没有进一步可以确认之处。但是，如同过去魏哲家董事长所说的，客户在哪里，台积电就前往哪里。他们的设厂需求，那绝对是依据当地有这样的市场。也不过，川普政府关税措施的合法性还未定夺。美国最高法院上紧可能在当地时间10时做出裁决对此。川普表示，若最高法院裁定推翻关税政策，会造成乱糟糟。政府恐惊爱赔数条美金。佮较讲，若美国都去了啊，那也烦恼。一旦川普败诉，台湾恐惊赶快爱付出代价。这5座晶圆厂一盖啊，那大概就是天下无敌了。美国的法院呢即将判决，恐怕会判决关税战，川普会败诉。但是我们事实上已经付出了被掏空的代价，所以看起来这个关税的谈判看起来没有失败，但实质上是输得一塌糊涂。那也指期谈判无透明，和台湾企业像咧开车尾阿爸同款，也毋过经贸办强调，等台美进行总结会议了后，双方会对外宣布协议主要内容。台湾政府也会向国会甲社会完整说明谈判甲协议内容，各将完整协议文本甲评估送交国会审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央的总预算案是到单也未入立法院审查，有民间团体就批评讲，这中央要补助地方的321亿，拢总卡条咧，地方的施政甲建设拢去受到影响。已经要1月中啊，立法院说要未审查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真侪重要的民生政策，像铁拍是月票、治水经费和生育补助等等，恐惊会受影响。有民团指出，今嘛传出国民党要提案，互这个关系民生新增加的新型预算，通对总预算案提出来审审。民团批评这已经违反预算法，若是总预算案唔审，连中央要补助地方财政的321亿嘛，拢会调伫立法院。伫这个3条的中央总预算内底，其实有相当的比例是爱补助互地方政府，甲地方政府合作来做各地方的这个建设。这个3条的总预算，这是一个提案。伊无法度啦，为内底抽你介意的你来审，你无介意的就摆烂无要审，这违反着预算法。根据行政院评估报告指出，在总预算审议了进前，未使叮当的经费有2992亿，包括新型计划、延续性计划和第1、第2预备金甲灾害准备金。民团强调，总预算案每一条拢是甲民生相关。民团嘛批评立法委员去年11月就应该审好，说提案延会到今年1月底也未审，恐惊压缩地方的施政品质甲建设的时间。依照这个我们国家的宪政原理，只能优先动用去年的公务员的人事费跟基本的业务费这个部分，其实会造成前半年
国家都不敢做任何事情。1年的建设费用6个月把它赶完，一定会造成粗制滥造、腐烂的结果，更难监督。那这个受到伤害就是后代的子子孙孙。民团强调，中央政府总预算甲地方施政照顾百姓，拢是相牵连的。若准连中央要补助地方财政的钱，拢无法度用，恐惊影响地方财务调度的能力。因也叫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调集调研立委审查115年度的中央总预算。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民众党党主席吴国昌昨日是带团访问美国，拜会白宫国安会甲 AIT 的总部。不过实际是有去拜访什么人，内容是什么，目前是拢无详细说明。也那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早起去访问到这件代志，郭文哲是讲台湾毋是民进党的专利，莫讲一句爱台湾，就想要逐项拍通关。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11带团出发访问美国，这届去主要的目的是针对军购甲高关税的议题，希望有机会为美国迄边得到会当信任的资讯。民众党12暗时公开影片讲，访问团已经到华盛顿，会甲美国5个部门进行实体会议。台湾目前处于一个内外交强迫的状态。我说过啊，当执政者摆烂的时候，我们要负责撑起这个国家。黄国昌带团拜会白宫国安会甲 AIT 华盛顿总部，除了 AIT 执行理事那英陪同以外，国务院官员嘛有去 AIT 总部。也若实际拜会对象甲交流的内容，黄国昌是无公开相关的细节。台湾不是民进党的专利，美国不是民进党的借口。你不要每次都什么爱台湾啊，不是挂一个口号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第一点。第二点。不要每次问呢，就拿美国来搪塞嘛，干脆我们就跟美国政府也表达说，那干脆大家就直接讲清楚，到底情况是怎样。民众党去 AIT 的期间，纽约时报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美国接近甲台湾达成贸易协议，对台湾进口关税下降到15%。台积电伫亚利桑那州会阁投资去制造5间半导体厂。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批评讲，关税谈判超过1年拢是乌想。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听到任何来自台湾政府官方的正式的讯息。所以今天，身为最大的在野党，如何保护台湾的产业，如何因应严峻的挑战，我们也是在一个完全的黑箱的状态里头。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民众党访问团按算伫台北时间14透早到台湾了后，会召开记者会，报告访问美国得到的资讯甲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因那民进党台南市长的党内初选是经调这1月14拜3暗时6点开始电话民调。立委陈定辉是完成徛天马走遍全台南37区的目标，今日透早过去菜市仔徛路口，和民众握手争取支持。也那是伊的竞争对手林俊宪是继续用车队扫街。老街的传统市场，人甲车来来去去，立委陈廷辉伫透早就和遮的时代小借问，和阿公阿嬷咧博感情，小男的小男，翕相的翕相，未少乡亲帮忙脚步，要替因心中支持的参选人加油。我相信用女性来咱这个部分来做一个上好为咱台南来顾家，这就是咱大家目标。而且我讲的，咱徛着铁马，拢总已经这37区超过510公里，所以这个部分代表啥？代表着咱有铁马精神。但另外一位党内竞争甲伊相拼的对手林俊宪，是用车队对服务处出发，规划设规个台南市区，车队定定，场面真大，嘛有真侪乡亲伫路边要甲伊支持的人赞声拍扑啊！一大早啊，在各地我们当地的议员、党公职，他们就走上街头了。好，那待会我会在我们已经事先安排的路线上，同样的来向民众诉求，也让大家知道，确定就是明天晚上要做民调。民进党中央抽签决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按算要伫14暗时6点举行。无论是路口拜票，也是车队扫街，双面的阵营拢把握机会，拼势的股票拢望得到好的结果。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因为美国的对顶关税影响股市，所以讲国安基金是自去年4月就集中护盘，昨宣布退场。这回护盘279天是有史以来上界长的一届。也若是今仔日台股是开盘就开悬，要冲到3万973点，
台积电冲到1720块。落尾收盘时阵，台股是起139点到3707点，台积电起20块，起到1740块。无个案基金护盘的台股，13大盘开悬30630点，盘中走悬，要到30973点。整体电子股有起，包括宽达股、台积電捌衝到1720块的新悬，还佫有半导体、记忆体、甲 AI 股等等，拢可能会佫起。加上账面的获利60几亿的话，即使呢要退场卖出的金额，全部卖出的金额大概是不到200亿。以台股目前每天的平均成交量大概有到7000亿的一个水准的情况下，这200亿的一个卖压，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专家分析，虽然个案基金宣布结束279天历史上上长的护盘，不过目前股市交易的情势真加压，美股创下新高，嘛带动亚股有起，台股联动大起，即嘛传出台币对顶关税有可能会降低，个案基金退场的冲击嘛相对缩小。民众的信心来讲，其实是有很大的注意啦，就是股市啊，它对我们整体那个经济的情况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好，因为我们有很多家庭在股市上也有投资，它的这个经济情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嘛。好，所以其实它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消费。个案基金短期护盘，对整体经济有正向的影响。不过，说落来，台湾的产业可能持续面临对顶关税、甲半导体关税等等的影响，未来产业的冲击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又搁有大陆冷气团活来，虽然这次是有出日头较烧热，不过到暗时有的所在犹原是有可能会降到10度，这温度起起落落差真济，都要特别注意。大台北早起日头出来，活到高温回升到20度左右。不过，新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又搁要来报道，日夜了后，部分地区气温有机会下探10度以下。气象署持续发布气温预报。整体温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尤其像在北部地区其实整个温度上大概就是落在10到12度左右。那有些地方的一个温度上，可能会再更低，就是大概就是在7到8度左右。这一波新的大陆冷气团影响时间较短，1月15起各地大日回温，到8礼拜高温有机会达到22度以上。不过日夜温差也阁介大，另外东北部水汽较济。若到后礼拜19又阁会有一波新的冷空气报道，强度大约是东北季风等级。不过隔热水汽北部东部感受会较湿冷。刷落来阁较大冷的空气可能会南下，会阁再出现一波较明显的降温。比较明显的强冷空气南下的话，目前看起来要等到就是1月20号以后，才可能有机会。不过这个变数呢，都还是比较大的。天气分析师提醒，目前台湾正伫2波冷高压转外冷风，日时感受袂阁再寒冷，不过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日夜温差有机会来到10度以上。早出活动来民众一定要注意保暖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内是出现头一件会计事务所盗诈骗的案件，是一个45岁的业者，牵涉甲诈骗集团盗做假的资本额差额报告书，盗办22间龙头公司洗钱。初步清查是有25个人投资去互管钱，金额2000多万。目前这业者犹原是讲家己无做，已经去互羁押禁见。专案抓到36个人。刑警强势行动，苏式会计师事务所共向2个办公据点拢互调查，征收诈转来的真侪项资料，内容牵涉诈骗犯罪。该会计师事务所所经手，然后申办的公司户，最后变为警示账户，比例高达20%，那远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8%。45岁细地业者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涉嫌替诈骗集团来背书，做假的资本额差额报告书，帮助申办龙头空壳公司开公司户，或者垃圾钱会当搁较紧、搁较大条转去境外，转销的额度是高达5000万。经过警方清查，敢若伫去年已经手设立的龙头公司都有22间，非法的金流是涉及25个假投资的被害人，因损失的2500多万块。本案的会计师在经由查核资本额还有验资的部分，去申请通过申办成立公司，交由诈骗集团
骗取被害人。涉案的这个事务所，毋那头前斗3工，事后嘛斗做假绍，伪造国税局的收件因仔，闪相关机关的查核，赚到的非法报酬至少100万。对负责人以洗冤的某，结果到旗下的员工等人有36个人封领，细地的业者伫咧信后封羁也禁见，但是会计师却变作早起的共犯，和国内诈骗犯罪是更较仓促。记者综合报道。动物保护法顶礼拜修法，虐待动物是会加重处罚。不过，伫咧新竹所受民众发现讲，伫咧路边是有人甲狗仔4只脚拢绑起来，第一日报地用乌托邦甲载。路尾这警方查落发现讲，是这主人惊狗仔跳车才安尼做。不过，动保所有原是按算会阁去查，平常时这个主人敢有好好照顾？民众骑车伫半路看到有人伫路边用绳仔甲狗仔脚拢绑起来，甚至搁底入去布袋内底，放伫乌托邦顶悬，民众惊一个，赶紧报警。放进去，哎，然后得要那个放平这样子啊。你放哪里？你放一下，你放看，你放看。他现在不一定会跳，不行。警方到现场了解，不要发现是误会，主人是准备甲狗仔对新竹再去桃园，惊伫路途中狗仔会跳车乱走，发生危险，才会安尼做。我们把它拦下来之后，发现它是用捆绑米袋的方式去装口，那其实是违反不当的载运方式啦。到场，然后去劝导他。那劝导的状况之后呢，我们告知他说，这个部分我们请他，我们这边协助他叫计程车，好。再到中立去。不离个动保所指出，狗仔主人安尼做确实无妥当，有疑似虐待动物的行为，刷入去会针对行为人安怎照顾宠物进行了解。事主是有疑似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如果违反这一条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罚款3000到15000的罚金。然后我们动保所在这边也是呼吁各位爱护动物的人士们，就是在运送犬猫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动物，都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装置。动保所呼吁民众，若是要用乌托邦载宠物长途耍位的时，拢该使用适当的笼仔，也是安全固定设备，确保动物安全，避免引起误会，也是害动物发生危险。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去年底，台北捷运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为着避免类似代志搁再发生，新北市的捷运警察队今仔日揭牌，预计是会编240个警力，守护人民的安全。去年年底，台北捷运和中山站发生随机伤人的代志，为着避免搁出现这款意外，新北市年初成立捷运警察队，拜日正式挂牌。市长讲，捷运警察队会和台北捷运、桃园捷运甲其他的警察互相配合，来保护人民的安全。我们除了捷运警察同仁在第一线要捍卫我们市民朋友搭乘捷运的安全以外，我同时也要求。从第一线的捷运警察队要跟派出所、分局、保大警力要做好通力合作，以及跟桃园、跟台北并肩作战。拄成立的新北市捷运警察队，按算要编240个人，未来会有6个分队，目前先规划3个分队，有淡海、安宽和三英。新北捷运警察队队长表示，未来会照捷运的路线规划其他的分队。现出时的工作是拍拼演练，应变各种危机，把所有可能的伤害降到上低。跟这个站务人员还有这个保全人员能够做紧密的结合，然后透过不断的演练再演练，精进再精进，以确保我们来往大众的安全。队长表示，目前有67个警察会阁保护条，未来会看通车甲路线起的进度，阁增加3个分队。互公共运输会当更较安全，互民众拢会当安心坐车。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2024年咧竞选的时阵，是答应要起13万户的社会住宅。不过，即阵内政部评估，这真崩，敢若会当起3万至4万户。民间团体今仔日就去国土署门口批评政府，把这包租代管当作是社会住宅，颠倒是搁较无稳定。不过，国土署是回应讲，这社会住宅毋是干那可用起的，租金补贴、包租代管等等，拢会做伙推进。
反对色彩退缩，拒绝政策跳票。伫国土署门口喊声，几个关注基础政治的民间团体表达应该继续兴建社体的诉求。起因就是总统赖清德伫2004年竞选总统的时，爆发出8年要起13万户社体，不过最近内政部所表示，徛伫空厝伤济，都会区净化土地真欠顶情况，评估大约只会当阁起3至4万户，引起争议。我们的包租代管从来就不可能在国际的统计上被视为社会住宅。台湾目前的状况上，我们的社会住宅的存量还是不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新建。虽然国土署说他们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可移动的社宅。但是这个可移动的社宅，基本上你要那个弱势家庭的话，随时有心理准备，他随时可以要搬迁。民团批评政府要将包租代管当作会当移动的社体，其实是互基础更加不稳定，因为固定厝头家会当随时退出市场，调整租金，而且包租代管租期至3年。要不过若是弱势族群，社体上长会当住12年，加上社体起好之种会当用50年，才会当更加长期稳定居住证据。2016年开始，我们就包括新建社会住宅、租金补贴、包租代管的，已经有将近110万的一个家庭出租户已经有获到受惠。国土署进前就有强调，经过检视，全台大约有91万户空厝，其中6都处连50年以来属于过度利用主体，大约37.5万户有转做包租代管社体占例。佮表示，社体政策未当支付，我可但伊手段3季政策会继续公布推进，强化完整照顾细厝的家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建院建立晶片及先进封装研发平台，推动这晶片下领域运用。希望是当补强传统晶片缺点，未来开发多功能的机器人、甲无人机等等。对手表啊，干切气闻一个就随知影讲，你敢有啉酒？这是国研院新开发的气体感测手表啊。但当我今天超过我们的酒测标准的时候，去呼气的时候，它会显示到红色线条，那同时会显示出一个禁止骑车跟禁止开车的画面。那这个出来就是代表说，我现在是已经超标我们的酒驾的法规了。这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建立的晶片及先进封装研发平台所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平台整合国内外16个研究团队参与，包括台大、清大和阳明高大，希望推动台湾晶片跨领域的运用，甲这寡无共功能的晶片组合做一个新的晶片，开发出感测相关的产品。我们主要是发展一个适用在学研界的一个平台，用小小的晶片，那各种不同功能的小小晶片，然后去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去把它堆叠成一个完整的功能的模组。国建院表示，这个建立的晶片平台正是保调台湾半导体创新体系中关键的一块斗图，不但会当支援 HPC 所需要的处理器，也会当整合生医、环境监测、供电的晶片，和台湾的晶片不但是单一的竞争，是会当走向整合变做新世代的半导体。国建院未来也计划加速 AI 技术商业化，推动无人机、机器人等等，来带动百工百业的升级。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无少人的老师是安怎处理争议真多。中教育部发布修正办法，改善检举案件受理也有分流的制度。检举嘛一定爱徛名，受理案件评估人员嘛有新的规定。不过有教师团体是认为讲，黑白投诉、黑白检举的问题犹原无解决。意见定顺了后，教育部针对校事会议制度修正，为去年年底延到1月12才发布。重点包括校事会议干那处理教师法定的无责任的案件，亲像涉及性侵、严重体罚等等，删除无徛名检举的规定。案件感受合理，改由校长邀请外聘的调查专业人员。校事会议教师代表甲家长代表拢总4个人召开会议，采无徛名投票，校长无参与投票。另外新增加辅助人参与的制度。评会要开会前，那有些调查的讯息报告也会给他，那这样子比较能够有所回应。专家评甲国教评2大家长团体肯定修法落实分流，嘛呼吁赶紧颁布受理检核表，加做4个人审议小组，防滥诉的护身符。
因为过去都有一些案量的经验，把这个经验当中做一个检核表，让他们快速的去做检核。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表示，虽然3度无签名的检举，不过若是有人签名黑白过，对好的老师也是伤害。协会希望由区域或者是群组加做第三方的处理中心，而且校长也是有投票权，负责人以一个人为限制，拢是无法接受。校长还是应该要有投票权的，因为毕竟是发生在他学校的状况，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法令，但是希望可以继续的改进。教师团体表达不满，全高中甲所属的地方工会代表13早起去教育部外口抗议。投诉零成本这件事情无法获得解决，再来还有老师的冤狱如果受到赔偿，没有看到。原本啊，家长来只是跟我校长抱怨一下，9成9都没事了。那现在呢，变成这个样子，成绩考核的小事，学校不能做主，需要再开个4人小组来决定，要不要外聘调查。既然修不好，那就直接废掉。全高中认为这届修法无看到烂熟的源头方消灭，并无解决现场的困境，不如废除校事会议。不过教育部表示，就算同一个法条无共教团的立场无共款，会当先实施运作了后，再搁收集意见来修正。记者综合报道。AI 愈来愈利便，不过煞嘛造成愈来愈歹判断这信息敢是真的。有治安业者就指出讲，若是手机的画面向跳起，教你要安怎汇钱，这就要警觉啊！亲戚朋友之间嘛要互相提醒，莫冲动行动，才袂去互关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AI 虚拟医生伫网络顶讲甲喙甲全破，煞有可能拢是假的。治安业者整理2026诈骗趋势指出，恋爱、投资诈骗一直增加，买物件的诈骗伫台湾嘛真普遍。诈骗集团运用 AI 自动生成内容，透过假电商、假配送、假网签同齐出手，而且诈骗的手路真幼，早就无法度靠加一支镜头啊，也是字体怪怪来简单快速判断是真的也是假的。那最终其实还是回到那个影片，它要传达的内容是什么？他希望引发观看的人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其实，在短时间之内，他如果就提到和汇款有关的、和转账有关的，这个是第一个警讯啊。画面原本显示的是电商平台，下一秒刷跳起袂回变，有可能已经踏入一关的诈骗陷阱。有业者推出防诈骗 App， 伫家庭成员接到科技电话或者是信息，面临诈骗风险的时，照顾者嘛会当同步收到通知，因为高龄时大甲少年囡仔，即马已经是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比较常见的。我们更希望更进一步的提前预警使用者，他可能正在面临诈骗的一个过程。希望在初期，他们接触诈骗的初期，就能够提供预警，让他们能及早止步，好不会落入最后的一个我们讲养套杀最后一个阶段。AI 带动全球诈骗升级，当诈骗步数愈来愈厉害，简单靠直觉已经无法度防范。为个人防诈推广到家庭共防，希望透过科技预警，抢伫诈骗初期就来打动啊！公司新闻朱宏迪、吴基昌台北报道。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照顾老大人的需求就加真济。卫福部就甲这劳动部提案，5万病院的一般急性病房，嘛会当请外籍的照护员来减轻护理师甲家属的负担。护理师工会全联会是发声明表示讲无反对，不过规则都爱定好清楚。为着因应超高龄社会和家庭照顾的压力，卫福部伫适当前推动大医整合照护服务计划，希望病院会当来请受训合格的照护员，做伙来照护大医的病人，减轻临床护理师的工作量和家属的照护负担。不过，却传出真侪间病院拢找无照护员。台北营总最近几年伫桃园分院的护理之家试办请外籍的照护员，结果满意度真悬。我们事前训练一段时间，桃园分院的护理之家现在是很多是外籍照护员，越南来的有24位。那另外呢，我们因为事情成功之后，我们现在其他分院新组也快要进来了，圆山苏澳也快要进去了。为着解决欠人力的问题，卫福部表示讲，已经向劳动部来提案，希望以外籍中介的技术人员的方式，和外籍的照护员会当加入病院的服务。希望今年第2季有机会完成相关修法。对这护理师工会全联会发声明指出讲，无反对任何合法合规的人力政策，但是外籍照护员并不是护理人力，角色的定位要清楚，嘛要有完整配套。真正的根本解方，仍是改善
护理工作环境合理的薪资结构与人力配置，让专业的护理人力愿意回到也留在临床。他是要来协助做，如果没有这些人来做，全部都会落到这个护理人员的工作的身上，其实反而会造成他离职啊。根据护理师工会专联会上新的统计，去年2025年12月，全台护理师领照的人数有31万4千多人，但实际执业的有19万8千多人，执业率差不多6%。卫福部强调讲，未来外籍照护员聘雇的人数和本籍照护员的人数会有一定比例的关系，避免去影响到本地劳工做工课的机会。现阶段敢若讨论外籍照护员，并不包括外籍合作的相关人力。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5成拢有超过3种慢性病。中华县就甲药师工会合作，由这公部门引进药师去日照中心服务，避免这老大人咧食药啊滥自费。药丸啊，红的黄的，包包咧一大袋。有当时时段要食药的时，煞雾煞煞。为着降低时段食药的风险，中华县政府参中华县药师工会合作，首创由公部门引进药师入去日照中心服务。你知道你吃什么药吗？这个是促进血液循环的。有很多长者，他可能有很多不同慢性病，常常就会有多重用药，药物吃太多，其实还是会造成一些副作用、一些交互作用。药师进入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以专业的角度去协助，然后去沟通。根据卫福部的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时段，大约有5成的人拢有3种以上的慢性病。中华县卫生局表示，在安尼情形下，时段常常会重复食药啊，可能会造成副作用。透过甲药师工会合作，引进药师去日照中心，建立款药的流程加相关的设备，守护时段健康。让我们药师到日照中心来做一些用药的整理，还有这个药力的一个建档全国率先能够让介入这一个领域里面那让我们药师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再次的提升提供的服务。中华卫生局表示，专业药师进入日照中心，会当加强时段用药管理。目前全县26个乡镇市，计共有28间的日照中心有药师服务。未来嘛，希望达成全县80多间的日照中心拢有药师进入辅导的目标。药师工会嘛，希望这项制度会当推广去其他县市，落实高龄优先社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伊朗的反政府示威，上无已经有600人死亡。美国总统 Trump 是搁再警告讲，伊考虑要用强势行动保护一寡抗议人士，讲伊朗即马应该想要甲美国来谈判。不过，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是指控讲美国拢咧欺骗。伊朗是想要甲华府谈判，美国总统川普考虑介入伊朗愈来愈严重的局势，因为死亡人数已经愈来愈多。伫伊真侪选项当中，包括军事行动，也阁有关税，针对甲伊朗有贸易来往的国家，会加扣25%的关税，而且即时生效。There seem to be some people killed that aren't supposed to be killed. These are violent. The military is looking at it, and we're looking at some very strong options. We'll make a determination. 包括德黑兰在内，真侪伊朗的城市有支持政府的游行，有数万人来参加，也国旗，而且谴责外国干涉。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发声明，俄罗斯支持政府的行动。نقشه دشمنان خارجی را که قرار بود به دست مزدوران داخلی پیاده شود باطل کرد. متوقف کنند. و به مزدوران خائن تکیه نکنند. 这游行多数是政府组织，用来反击反政府示威，强调国家团结。ما خواهان جنگ نیستیم، ولی برای جنگ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اریم. در این حال همو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گفتم ما برای مذاکره هم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目前伊朗的网络拢是未通的，真侪反政府示威资讯真歹放送出去。川普表示会找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通电话，看敢会当提供新链开放网络。We may get the internet going if that's possible. So we may speak to Elon Musk, and in fact I'm going to call him as soon as I'm finished with you. 德黑兰南部郊区这个发育中心内底拢是遗体，家属是好白里。反政府示威，互人镇压死去的人数是愈来愈多。嘛，因为伊朗即马通讯是关起来，较少看到客伫边的太平间，也是街头传来的开枪的画面。实际死亡人数就亲像伊朗人权观察所警告的，实际数字毋定安尼。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德国总理梅尔茨带经贸访问团访问印度，双方12签声明甲备忘录。这内容是包含国防、经济、科技等等。德国阁表示讲，欧盟甲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上紧这个月底就会完成。梅尼兹总理就任后头一个亚洲行程，毋是中国，嘛毋是日本，是14亿人口的大国印度。德国媒体对此的解读是，德国地缘政治的坐标当咧变化，嘛显示德国正需要新的经济甲战略优盘。印度方面是正重视梅尼兹的访问，总理莫迪特别伫伊的家乡艾哈迈达巴德接待梅尼兹，做伙参观当地城乡间地纪念馆。双方12签署27项声明甲备忘录，内容包括国防、经济、科技、能源甲教育等方面。其中双方关注的是国防工业的合作。印度计划甲德国提名要打造6只潜艇，总价值80亿欧元。印度是全球上大的军火进口国，主要来源是罗西亚。梅尼兹希望透过类似的合作，减少印度对罗西亚的依赖。हमारे आपसी भरोसे और साझी सोच का प्रतीक है। रक्षा व्यापार से जुड़ी प्राथमिकताओं को सरल बनाने के लिए मैं चांसलर मर्ज का हृदय से आभार व्यक्त करता हूं। हम रक्षा उद्योगों के बीच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एक रोडमैप उस पर भी काम करेंगे, जिससे को डेवलपमेंट और Co-Production के नए अवसर खुलेंगे। Von besonderer strategischer Bedeutung ist vor diesem Hintergrund, dass wir die Zusammenarbeit unserer Verteidigungsindustrien vertiefen. Das stärkt beide Seiten. Das trägt auch dazu bei, dass Indien weniger angewiesen ist, etwa auf Russland. 另外一方面，欧盟甲印度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原计划伫今年底结束。不过，德国官员透露，伫梅尼兹甲莫迪被集会商了后，真有可能伫这个月底印欧高峰会期间就会当签署。美国以对等关税颠覆全球贸易格局的环境下，欧盟甲这看做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议后，各一个新的路站比，卖当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马来西亚甲印尼顶礼拜是暂时封锁 X 平台的 AI 开讲机器人 Grok， 英国今仔日嘛开始咧调查，主要是因为这 Grok 常常互人用来做女性，甚至是囡仔烫衫、闹型闹架影像，所以讲到未少国家开始封锁。印尼甲马来西亚封锁 Grok 了后，英国通信管理局嘛因为压力12宣布对 X 启动正式调查。Criminal imagery of children as young as 11. Including girls sexualized and topless. This is child sexual abuse. We've seen reports of photos being shared of women in bikinis, tied up and gagged, with bruises, covered in blood, and much, much more. They are not harmless images. They're weapons of abuse, disproportionately aimed at women and girls. Grok 是科技领导人马斯克社群媒体 X 旗下人工智慧的开讲机器人，互人发现会当用来生成妇女甲囡仔的色情、以非自愿、甲穿暴露服装等等的本仔图片。英国政府指出，若调查发现 X 无遵守网络安全法，会来封锁 Grok。Last week, X limited the image creation function to paid subscribers. This does not go anywhere near far enough. It is insulting to victims to say you can still have this service if you're willing to pay. 马来西亚甲印尼分别宣布暂时封锁 Grok。马来西亚今年初就因为发现 Grok 可能反复滥用生成有害内容来向 X 发出通知，要求强化实施管理。不过 X 的回应毋是咧处理平台设计的固有风险，所聚焦伫使用者的举报定数。印尼就有 X 使用者发现家己的相片可能侵入做与性有关的内容，相当愤怒。该国通讯与所谓部长莫迪拉表示 ，Grok 无善尽防御机制，违反人权、尊严甲网络安全，也已经要求 X 说明一直到设计风险得到解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早暗9:31，宜兰外海发生规模5.3的地震，因为这地震加上落雨，北环公路第7线68.7公里的山壁受真济土石绑落来，路袂通。目前是已经先封起来，预计下晡5点上通。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路面受真济土石，这山壁大约是放600立方公尺落来。目前东公路局是正在处理，预计下晡5点上通。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站落雨加上地震，山路的土石是较高放落来，若是无必要，就莫走山路。
我来看，这高铁通到宜兰是已经讨论真久。即阵的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心刊文章是讲，当初是这可行性的评估也未完成，就规划用4000多亿来起，1点钟煞是简单2班车，根本效益都无好。不过，多数的民意代表是欢迎高铁。代理县长林茂生阁认为讲，宜兰的黄金10年，高铁是占真重要的地位。高铁延伸去宜兰的案件综合规划，国发会已经审议通过，爱等行政院核定。不过，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心最近参与公民团体办的高铁议题辩论会了后，伫面册发文批评高铁延伸案要无完成可行性评估。2019年向上出来是错误的政策，而且搁开4000多亿，1点钟敢若驶2架车，效果有够歹。想要做高铁的话，你应该把环岛高速铁路网的规划完成啊，才来说我来做这一段。不然以后宜兰这一段高铁要变成烂尾楼吗？张景心的言论伫咧网络有足侪讨论，不过宜兰在地内且民意代表拢欢迎高铁建设，希望会当早日完工。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成阁表示，未来10档是宜兰的黄金10档，高铁是有够重要。至于就宜兰而言我们大部分的乡亲对于整个高铁延伸宜兰其实大家都是乐观其成。有学者就讲，高铁延伸去宜兰的案件，不是2019年就推出来。2000年时，台湾高铁动工，交通部就捌做过可行性研究，会当监督政府的报告是不是有认真用心。不过，袂当讲政府无评估。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如果针对评估报告里面讲的觉得不对，或者是有质疑，应该要勇敢的去监督政府，或者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而不能去说没有这件事情哈。学者认为，高铁本身就比台铁更加舒适，速度更加紧，这对国道5号的车流有更加悬的代替率。讨论这个议题，这些资料、事实拢需要检视。公视新闻林敬伦宜兰报道。云林古溪草岭石壁山区昨暗火烧山，到即阵时也未拍花，而且这火势也阁有炭烧的现象。目前空勤直升机是已经出动到拍火。消防局表示，昨早起要8点，草岭石壁大饭店后壁开始着火，因为这现场是无水源，路阁足狭，拍火真困难。今日早起，空勤总队直升机已经出动到拍火，嘛已经甲这嘉义林区的管理处申请，请因派人来到处理。目前是已经烧掉5公顷，消防局是也咧拍拼，要阻挡这火势阁炭烧开。我来看屏东县的环保局透过科技执法，最近是抓到有业者趁天暗，伫咧这牛潮溪倒无涯的菜叶也有粪扫，规定全部拢去互监视器录落来。环保局是讲，今年会阁升级做 AI 系统，加强抓即寡违法的事件。初三暗时9点外，一台货车驶到溪边停落来，驾驶和外籍移工落车，用手电确认附近无人了后，就甲一拿无碍菜叶和粪扫倒落去溪边，短短5分钟内就偷倒27拿遮济，规个过程拢互监视器翕甲清清楚楚。屏东县环保局依法开罚。环保局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来进行告发处分哦，那罚款的金额高达12000，那也要求业者来进行限期清除哈，进行这个环境讲习、安全岛河岸以及这个比较难清理的一个范围哈，来加强这个加重处罚。环保局取缔重点以牛潮溪为例，才伫去年用科技执法，着取缔127件乌白蛋粪扫，其中有2件乌白放火，拢是同一人做的。若全屏东县去年总查到1695件，裁罚的金额是352万块。当地里长讲，装监视器了后，乌白道的情形有减少，不过最近感觉又搁增加。都会看到。一包2包这样乱丢啦，就别的地方的人都来乱倒啦，还有那个废弃物啦、杂物啦，乱倒。环保局表示，为着防止民众乌白蛋，自2020时就有装100几支的监视器，24小时监控乌白倒粪扫、薰头啊和槟榔坡的行为。今年阁会结合 AI 影像系统，提醒民众要有公德心，唔通破坏环境，阁互人罚钱。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市政府推出台南古迹漫游馆，只要开150块，对当地的出名古迹安平古堡、赤坎楼、安平树屋、玉仔金城这4个当中，禁2个入去洗。不过是有民众发现讲，这本地门票才70块尔，要漫游馆150块，颠倒较贵。
不过文化局就出来解释讲，因为阁有其他6个景点有拍折，若是全部拢有去，是会当省200块。真侪外地游客来高虎城，除了食美食，更较爱去参观古迹，感受古迹的怀古气氛，更较管理现代城市的吵闹。为此，台南市文化局最近更较推出台南古迹漫游馆150块，就会当踅安平古堡、赤坎楼、安平树屋，又在金城选到2个景点参观。也毋过有民众发现，单一古迹入园专票70块，2个景点个别买票也比漫游馆俗10块。待的时间不长，或者说行程上安排不会到这么的满。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买一张70块的全票，是不是就好了？会，我不会觉得逻辑有点怪，但是我觉得可以推出那种不是4选2，可能就是4个都参观，因为你会参观古迹，就代表你对古迹会有一定的兴趣。对此，台南市文化局解释150块的台南古迹漫游馆，除了会当去参访2个景点古迹之外，也会当享有大水浦、台南孔子庙、安平地游南园区等6大热门景点的入场优惠，实际拍折也更较济，大约200块。增加了6个景点的超值优惠，等于说你持漫游券到像台史博或者德阳街这几个园区，像是草绿色隧道这些，它都可以享全票5折到95折的优惠。对，所以整体折扣这样子是蛮划算的。文化局强调，古迹漫游馆是以串联景点互相宣传，有关整体的旅游效益为核心概念。套票若是即种买票加排队时间，更较兼顾春秋的使用，一罐伫手随行随踅，同时也无使用的期限。后一摆来也阁会当出示漫游馆继续耍，互游客伫台南旅游更较轻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2022年改造了后，头一年是有127万人去参观。不过，即阵这游客甲收入拢已经减真济啊。关局今年的税入预算，也就是对寿山动物园来的收入，有缘是变2000万。有议员就讲，人减遐济根本都做袂到，要求观光局就要说明是要安怎请搁较济人来。每年的门票收入其实是越来越少的，跟你每年所去编列的税入其实是不成正比的。因为游客人数年年减少，议员对观光局编列的税入预算有意见，要求市府要提出改善的做法。高雄寿山动物园伫咧2022年重新改造，透过高架走廊，让游客行入去园区看动物的设计。改造了的头一年，游客人数冲关到127万，门票收入嘛有2400多万。不过头小小800，这阵游客量甲收入已经剩差不多一半。有民众讲，伊感觉园区的环境会当更较好，会当和囡仔接触的动物有较少一寡啊。有当时像咱即摆入去看，有的动物伫内底咧困啊，是咪内底拢看无。内门动物园又要开了，那寿山会不会反而人数又再更下降了？议员烦恼新的内门动物园敢会甲游客带走，观光局无应该甲税入预算变到2000万。对此，观光局表示，寿山甲内门的观光行销定规无同，一个是大型动物的保育，一个是会当互动的古水动物。去年寿山的门票收入有受到天灾影响减少，因已经有针对园区的动物甲设施重新调整规划。我们今年有引进新的动物，然后包括整个园区也有新的设施，包括有一些 AI 智慧的科技导入。那第3个是我们也重新优化这个受 Q 家族这些明星动物。议员要求观光局要甲明确的规划讲清楚，才来看预算是不是要照2000万变。不离个因为17要试营运的内门动物园门票定价，转票是寿山的10倍，要甲400块，也引起地方这期伤贵所在各远。若是再多一过，恐惊会无人打卡到。记者柯家族教用高永昌报道。南投溪头的自然教育园区今年门票起价，经老票是对30起到40块。最近园方就发现讲，有民众伫咧树头甲凉亭啊，写讲欺负老人来抗议起价，园方是已经报警察处理。墙的顶头写起价无理、欺负老人等等抗议的字，除了公共区迄个墙、凉亭、条啊、路边的树头，拢起互写安尼的字。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最近起互乌白乱造，园区景观嘛互迫害。他这个应该是用签字笔写的，对不对？这个应该是签字笔或麦克笔。平常时爬山的民众也是足济，不过足济人看到这款状况，拢讲实在无适当。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今年元旦开始票价调整，全票为
220块，起日250块，其他的票嘛起20块左右，其中敬老特惠票起10块，大部分的民众拢感觉足合理。冇差啊，咱运动都30几块都有差。对啦，不主动去起价，可能嘛是正常的代志啊，因为不主动去起价啊。园区统计拜1到拜5，逐天入园的人数大概4000到5000人，休困日会当到7000人左右，其中65岁以上的老大人大概超过80%。因为经营成本愈来愈高，所以才甲票价做一寡调整。目前因为就是近年来的人事成本大幅的增加，然后园区内也有其他的设施以及许多的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因为考量这个营运的问题，永续经营，我们才会决定要涨价。园区表示，为笔者研判，乌白乱画乱做的应该是同一个人，不过拢经无电感、较偏僻的所在，会加派工作人员甲职工巡视，目前嘛已经报警处理。公视新闻林建生、彭焕群南投报道。嘉义县溪口的展示洋楼结合万兰式、日本式甲西洋的特色，是有逾100年的历史，而且当地的彩画壁画工法嘛拢真有路。2018年公告做县定古迹，杨大县区今年总算是争取到2000多万的补助，要开始修复。西洋风格建筑，厝尾顶阁有一个蜡叶的黏土雕塑。嘉义县溪口至今有96档历史的县定古迹展示洋楼。嘉义县政府配合文化部的补助，计共要用2780万来进行修复，希望会当甲较早溪口的历史阁展现出来。曾氏家族啊，在西果乡，那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啊，所以叫我都去遮尔那好的厝哦。啊，所以嘛，因为这个先人啊，嘛捌做过在地的乡长，啊，所以我想这个房子的修复啊，不只是修复房子，也修复了当时的历史。修复计划主持人表示，工期计用730天，除了会尽量用原地的材料甲工法来修复以外，嘛会来加强洋楼的结构。溪口乡公所指出，展示家族是地方重要人士，这栋洋楼为日本时代一直到今，毋但见证溪口的发展历史，嘛替地方保留真重要的文化资产。大家来到这会当用 QR code 扫，就会当听到伊有国语嘛有台语，会当听到这种曾氏洋楼的这个历史啊，佮有故事。那这个毕竟是在1930年盖的，距今已经90几年的那个历史哈，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再慢慢的去斟酌，去把它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样貌哈。展架的后代表示，溪口较早无火车嘛无公车，所以相关的发展就较慢。希望这间洋楼整修了后，除了带动观光发展，嘛成做文化传承甲地方教育的重要基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22度，中部地区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18度到28度。东部地区18度到23度，外岛地区13度到1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